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為食而生呢個 channel。仲有1星期就過年啦，喺呢度想提前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步步高升。大家記得訂閱返我哋嘅頻道。今集呢會同大家分享港式嘅賀年年糕煮法啦。如果想整埋蘿蔔糕，可以睇返我哋呢條影片。首先會同大家分享製作年糕需要準備嘅材料。分別有糯米粉600克、片糖500克、澄麵100克、清水700毫升、花生油或者粟米油2湯羹，同埋一啲紅棗攞嚟作為裝飾用。而呢一個份量啦，大概可以製作2磅半嘅1.5底年糕啊。如果大家想製作3底，就可以將呢個份量乘2倍。首先呢，我哋可以準備700毫升嘅清水。然後呢，加入500克嘅片糖，擺入個煲入邊啦。之後呢，就可以將700毫升嘅清水呢加入去，然後呢，就將啲片糖煮溶。咁期間啦，都要小心太大火啊，不時呢都要攪一攪個底，唔好俾佢燶。咁片糖啦，煮溶咗之後呢，就可以打開個煲蓋啊，俾啲糖水呢擺喺度冷凍啦，大概20分鐘左右。咁攤凍咗之後呢，就可以過篩噶啦。咁過篩呢個過程啊，會令佢更加滑嘅。然後呢，就可以將600克嘅糯米粉分3次加入，再將100克嘅澄麵放入碗中。咁澄麵呢，亦都可以分3次咁樣加入啊。然後呢，就攪埋一齊，之後呢，就逐次將啲糖水同埋啲粉呢撈埋一齊。咁期間呢，逐少將啲糖水啦同啲粉 keep 住撈勻啊，慢慢呢都會見到啲粉開始變色，然後呢，再重複3次以上嘅動作，直至呢冇晒啲粒粒。咁提大家啦，都可以用直膠嘅刮刀啊，會更加有效呢，可以攪勻黐住喺個碗度啲粉粒。咁啊，一路攪啊攪，攪啊攪，攪到完全見唔到啲粒粒呢，咁就差唔多啦。之後呢，就可以加入2湯匙嘅花生油，然後攪勻佢。因為咁樣加咗油呢，個年糕食落去就會滑啲㗎。然後呢，就可以用個油掃啊，將啲油呢搽勻陣間嘅膠兜，咁方便呢之後可以將個年糕容易啲倒出啊。接住就可以再過篩，倒入個年糕嘅膠兜。咁倒嘅時候啊，都要睇住，唔好俾佢瀉出嚟啊！如果發現有啲氣泡呢，就可以用牙籤將佢篤開，然後呢，將個盤拍幾下，再用錫紙將個頂部封起。呢個動作呢，可以避免倒汗水停留喺個年糕嘅表面啊！然後蒸煮大概60至90分鐘。呢度都有個小貼士分享俾大家，點樣睇個年糕熟咗未呢？就係可以將筷子插入年糕，如果見到個筷子上面仲有麵粉黐住呢，就代表年糕仲未熟啦。咁而筷子插入去啦，拎出嚟見到呢已經冇麵粉黐住啦，就代表個年糕已經蒸好啦。最後喺個年糕上面加返個紅棗做裝飾，
咁就靚晒啦。今次嘅年糕都係大成功啊！大家有學識未呢？整好之後啊，大家都可以將新年買嘅蘭花同個年糕打下卡先。年糕放咗入冰箱一晚之後呢，就可以拎出嚟切開啦。見到個質地都會比啱啱蒸起之後更加結實。識食就梗係要將個年糕煎嚟食啦。我哋呢就會將個年糕切成一細塊，然後呢就會打隻蛋攪勻佢，再將啲年糕染上啲蛋漿，再攞去平底鑊煎啊。咁開始煎嘅時候啦，都記得 keep 住要不時反一反佢，因為黐咗蛋呢會比較容易燶噶。咁 keep 住反呢，個蛋就冇咁易燶。煎到個年糕開始有啲軟身啦，如果鍾意煎蛋嘅為食粉啊，可以加多啲蛋，咁煎出嚟嘅年糕呢會更加香啊！咁可以繼續煎香啦，直至正反兩面呢都煎成金黃色。咁就大功告成，可以上碟啦！你睇下煎香咗個年糕係咪好吸引呢？食落去嘅口感都非常之外脆內軟啊！如果大家成功整到嘅年糕啊，記得留言話返俾我哋知啊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